約翰三書簡介。約翰三書係由一位長老寫俾一位名叫該猶嘅教會領袖。作者稱讚該猶，因為佢熱心幫助其他信徒，同時責備一個名叫丟特腓嘅人，因為佢想做教會領袖，但唔行善。約翰三書1章。我係長老，我寫信俾親愛嘅該猶，我誠心所愛嘅朋友。親愛嘅朋友，我祝你事事順利，身體健康，好似你喺靈性上健康一樣。有啲兄弟到呢一樹，話俾我知，你對真理忠誠，一向以真理為生活嘅中心，令我非常高興。冇其他嘅事比聽到我嘅仔女喺真理中生活更能使我快樂。親愛嘅朋友，你為兄弟做事咁真誠，甚至對陌生嘅兄弟亦係一樣。佢哋曾向呢處嘅教會提起你嘅愛心，請你照上帝所喜歡嘅，幫助佢哋繼續旅程。佢哋為基督嘅緣故出外工作，唔接受非信徒嘅幫助，所以我哋基督徒必要接待呢啲咁嘅人，同佢哋一齊為真理作工。我曾經寫一封信俾教會，但係想做教會領袖嘅丟特腓唔理我所講嘅。我嚟嘅時候要揭發佢所做嘅，佢用壞話攻擊我哋，造謠言毀謗我哋。咁仲唔夠，佢自己唔接待外來嘅兄弟，甚至阻止嗰啲願意接待嘅人，將佢哋趕出教會。親愛嘅朋友，唔好學壞，要學好。邊個有好行為就係屬上帝，邊個作惡就係冇見過上帝。眾人都稱讚低米丟，真理為佢作證，我哋亦為佢作證。你知道我哋所講嘅話係真嘅。我仲有好多話要講俾你哋知，但我唔想用筆墨嚟寫。我希望冇幾耐能見到你哋，當面同你傾談。願你平安，你班朋友都問候你，請替我向各位朋友一一問安。猶大書簡介。猶大書寫作嘅目的係要警告嗰啲自稱為信徒嘅偽教師。呢本書內容同彼得後書相似，作者鼓勵讀者繼續為上帝一次過傳授俾信徒嘅信仰爭戰。猶大書。我係耶穌基督嘅僕人，雅各嘅兄弟猶大。我寫信俾蒙上帝選召，生活喺父上帝嘅愛中，並蒙耶穌基督保守嘅人。願上帝豐豐富富咁賜俾你哋憐憫、平安同慈愛。3節。親愛嘅朋友啊，我早就想寫信俾你哋，論及我哋公共關於救恩嘅問題，但係我覺得有必要向你哋提出勸告，要你哋繼續為上帝一次過傳授俾聖徒嘅信仰爭戰，因為有啲唔敬虔嘅人偷偷混入我哋當中，透過曲解上帝恩典嘅信息嚟掩飾自己腐敗嘅行為。佢哋拒絕唯一嘅主宰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喺好耐以前，聖經已經預言佢哋必要受懲罰。雖然你哋都知道呢一切，但我仍要提醒你哋，主點樣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，然後消滅嗰啲唔信嘅人。唔好忘記唔守本分、離開崗位嘅一班天使，佢哋永遠俾主用鎖鏈鎖喺黑暗深淵裏，等到審判嘅大日子。仲有住喺所多瑪、蛾摩拉同左近城市嘅人，好似嗰啲天使一樣，同佢哋行為淫亂、放縱反自然嘅性慾，就受永遠唔熄滅嘅火嘅懲罰。呢啲事可以做眾人嘅鑑戒。呢啲唔敬虔嘅人亦係一樣，佢哋淫穢嘅幻想令佢哋犯罪，污穢自己嘅身體。佢哋輕慢上帝嘅權威，侮辱喺天上嘅尊榮者。9節，甚至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嘅屍體同魔鬼爭辯嘅時候，
亦唔敢用侮辱嘅話責罵佢，只係話主要責備你。10節，但係呢啲人竟毀謗佢哋所唔明白嘅事，好似野獸一樣。佢哋隨住本能嘅指使去做毀滅自己嘅事。呢啲人有禍啦！佢哋同該隱走同一條路，為錢財跌入巴蘭所犯嘅錯誤裏邊。佢哋好似可拉咁背叛，一樣咁滅亡。呢啲人喺你哋嘅愛言上無恥狂飲，佢哋做牧人只係顧自己，污穢筵席。佢哋好似無雨嘅雲被風吹逐，又好似喺秋天結唔出果嘅樹，連根都被拔出，完全枯死。13節，佢哋可恥嘅行為好似海中嘅狂浪激起泡，佢哋好似流蕩嘅星，跌喺上帝永遠保留俾佢哋幽暗嘅深淵。亞當嘅第7代孫以諾對呢啲人早就有預言，話睇下主帶住千萬嘅聖者一齊嚟，審判所有嘅人，懲罰所有唔敬虔嘅罪人，因為佢哋嘅行為唔敬虔，又用唔敬虔嘅話冒犯上帝。呢啲人成日埋怨人、責怪人，佢哋隨從自己邪惡嘅慾望，講誇張嘅話，為自己嘅利益奉承人。17節，親愛嘅朋友啊，唔好忘記我哋主耶穌基督嘅使徒嘅所講嘅話。佢哋對你哋話，喺歷史嘅末期必有好譏誚嘅人出嚟，隨從自己邪惡同唔敬虔嘅慾念愚弄你哋。呢啲人冇聖靈，佢哋受本性嘅支配，製造紛爭。至於你哋親愛嘅朋友啊，你哋應該始終堅立喺至聖嘅信仰上，藉聖靈嘅力量禱告，保守自己常在上帝嘅愛中，仰望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，賜俾你哋永生。22節，對嗰啲猶豫不定嘅人，你哋要憐憫佢哋；有啲人你哋要從火裏搶救佢哋，另有啲人你哋要憐憫佢哋，但要存畏懼嘅心，連佢哋被罪惡沾污嘅衫亦唔好接觸。24節，上帝能保守你哋唔至於跌倒，冇缺點，歡歡喜喜嚟到佢榮耀嘅面前。呢位獨一無二嘅上帝透過我哋主耶穌基督拯救我哋，願佢得到榮耀、威嚴、能力同權威，從萬世到現今，一直到永遠。阿門。